各位朋友，我係余德順博士。你係咪有時覺得失敗好討厭呢？等我教你啊，建立一個成長型嘅思維。其實失敗唔係話你唔得，而係要有一個導航去提示你點樣揾新路。咁有3個辦法咧，係揾新路嘅。第一咧就係用情緒調節嘅方法，先定咗你內心先。第二就係用歸因理論揾出個來源。第三就係經驗學習法，提煉你嘅經驗。如果你學曉晒呢啲心理反彈力，每一次失敗都會強化你變做更強大、更有智慧嘅自己。所以咧，你預留2026年1月開始參加呢個為期6堂嘅超越失敗課程。你可以選擇參加實體課啦，或者收取錄影嘅。到時見你啦。